門係7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福國寶啊，緊隨其後外邊嘅佳運發啦，黃金俠都外邊走埋上去啊。內欄第4位、第3位啦，紅黑直間3呢，仲有神州彎月第5位啊。紅衫淺藍帽係金創福威啊，內欄就牛精豪情啊，中間粉紅衫粉紅眼就龍之光啦，後無來者俾人頂咗出去啊。後邊嘅6匹馬啦，白路金剛藍衫藍帽向尾6度啦，內欄位置發光發亮啊，後邊4隻咁啊有電腦100啦，新力超星啦，尾啊特別美麗，暫時電後太行美景嚟㗎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福國寶啊佔先嘅黃金俠第2位啊，佳運發第3，內欄第4個神州彎月啊，中間第5啊，紅衫淺藍帽就金創福威啊，等入邊嘅話牛精豪情啊，攞出去外邊衝啦，咁啊有呢隻粉紅眼罩個龍之光啦，外邊位置呢仲有呢隻白路金剛啦，馬林中間紅眼罩，咁啊揾嚟揾去揾緊位發光發亮啊，最後200埋邊福國寶仲有優勢喎，中間呢咁啊黃金俠又未散，金創福威好大隻率先上嚟啊，外邊啊發光發亮啊，大外檔就白路金剛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啊金創福威拋離咗半個身位，外邊白路金剛依家先得着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咁啊有呢隻就係發光發亮，咁啊至於第4名呢，咁啊佳運發特別美麗就好近嘅，結果今場賽事咁啊走位啊各樣嘢流放啊，咁啊又大隻啲啦，咁啊金創福威走啦先啊，外邊白路金剛都有少少車前倒後褪咗落去大外檔，又追翻上嚟，第3名嘅馬發光發亮，第4埋邊係佳運發，出邊特別美麗。